足太陽膀胱經，頭走足，起於內眼角睛明穴至小指外側至陰穴，下接足少陰神經。足太陽膀胱經主一身之表，外邪侵襲膀胱經受邪，則惡寒發熱、鼻塞、流鼻血。膀胱經之脈上壓交顛略老，邪氣隨經上則頭痛，經氣不利則目痛、項背、腰腎部及下肢後側疼痛，足小指麻木。膀胱氣化不暢順，則小腹脹滿，小便不利為尿。膀胱具有積存腎臟製造出嚟嘅尿液嘅功能。當膀胱充滿尿液嘅時候，就經尿道排出體外。膀胱經係通往頭、背、腰、腎、下肢、足等各部分，幾乎係貫通全身嘅一條非常長嘅經脈。故此，膀胱經發生異常不通時，則會影響全身，而呈現各種症狀，如頭痛、頭重、眼睛疲勞、流鼻血、鼻塞等症狀會出現於頭部。惡風怕冷、頸項不適，會產生肩背腰腎經等部嘅肌肉脹痛、腰膝酸軟、靜脈曲張，容易發生股關節痛、痔瘡、尿頻、尿多、尿黃、前列腺肥大等。膀胱經不通嘅外因有：一、惡劣天氣影響造成細菌、病毒、冷熱風濕嘅侵襲；二、經濟危機、文化環境造成精神污染、家庭不和、人與人之間嘅無謂爭鬥等等，都會造成人體生命活動嘅規律混亂同埋失調，而導致經絡不通。內因更重要有：一、不愛運動等不良生活習慣導致機體出現問題，特別係五臟六腑器官出咗毛病，物質能量無法交匯轉化，自然造成經絡不通、精氣不足。二、身體氣血不足，不能把身體嘅垃圾排走，經絡也會堵塞。三、精神內傷，思想上出咗毛病。若膀胱經絡通暢，外寒難以侵入，內毒及時排出，身體就自然好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打通膀胱經。何謂打通？就係讓更多嘅氣血流入膀胱經絡。膀胱經係指一個通道，本身係冇動力運行，一定要靠腎供給能量。腎與膀胱相表裏，需腎氣嚟支援，才能完成御寒排毒嘅功能。打通膀胱經嘅方法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要用氣功使膀胱經通暢或扁術，如捏法、刮痧法、拔罐、敲擊法，還可以用踭嚟游，由頸椎一直游到尾骨，這係根據個人嘅體質嚟選擇。膀胱經響腿上嘅部分也很重要。練氣功嗰陣時候，多做兩腿蹬直，俯腰兩手摸地，促進腰椎及大腿後側嘅膀胱經血氣通暢。